民进党立委林岱华牵涉诈领助理费，搁甲厂商硬讨捐款，检调去抄伊的徛家甲服务处。复审了后，是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干资机。林岱华小弟甲2个服务处的人员是去互检方声押。林岱华就质疑讲，这检调是无证据硬要拘留，调查是有一半时间拢伫咧遐空等。暗黑的势力选择在此时此刻打击我，不但不会摧折我的意志，纵使伤痕累累，我依然会坚定身躯，捍卫清白。日一早起6点，民进党立委林岱华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甲自机，行出地检署案头是念声明稿来表达伊的心声。即期受到黑暗势力的打击，而且半暝对南基站移送地检的时阵，搁在指控检调无证据，调查的时阵有一半时间，互伊伫遐空等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查了整天都没有证据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让我空耗在那边。林岱华牵涉到诈领助理费等案件，伫前一天徛家，还佫真侪服务处拢去封敲。有违反贪污治罪条例、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嫌，分别就被告等人予以交保或申请羁押等处置。检方表示，本案牵涉贪污罪、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等罪，也发现部分被告有串通口径别证的行为。除了林岱华以外，通法师主持释放伫100万交保，林岱华小妹以30万交保，也那小弟还佫服务处2个员工是声称羁押。刚吼，大家最关心的，一寡百姓最关心的吼，讲安尼做个才拍拼，啊个安尼。早起人武大寮的服务处是无开门，也那红线徛家只有妈妈伫咧，由里长支持者来甲因关心。不过中道进前无再看到林岱华出现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